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8，诗篇135篇30安尼讲：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上主至善；着唱歌学了伊的名，因为伊仁慈。三甲来祈祷，愿所学了至善佮仁慈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气力，你是阮的避难所。伫阮所经历的困难甲挑战中，你总是甲阮三个伫地。主啊，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公义的判断，互阮通敬畏；你信实的作为，互阮欢喜。主啊，我要遵趁你的心意，我要行伫你的道路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星球万物拢要出声来学乐，竟然有外开的，拢要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我要来称赞你，因为你至善。我要唱歌学了你的名，因为你仁慈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